顶个月捷运环状线邦桥站有一个查甫人，竟然就伫咧车厢内底直接咧食电子烟，去互捷运人员要求落车。而且警方到场调查了后，佮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使用毒品分单，当时去互依照涉犯毒品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你现在有带什么？辖区警力到场，捷运站将人动落来，是因为这个查甫人好前交车的乘客检举伫车厢内部分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烟友？面对警方盘查，查甫人承认伫捷运上公然食电子烟，混有成分更加检出含有劣质毒品依托米酯。温男持有电子烟主机，并坦承吸食2级毒品依托米酯烟弹，所以当场将其逮捕。侦查的行为都伫捷运环状线顶个月底，28岁姓温的嫌犯为邦桥站上车了后，就提出电子烟绑起来，连续坐3站，才伫中环站互捷运人员抓落车。当下警方是以涉嫌毒品条例移送检方侦办。他吐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就都吸2手烟了，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啊。他们在吸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好像什么都能做，可能会有时候会失去控制，他就会过来来招扰你嘛。就惊食毒会失控，伫车厢伤人。过去捷运也必须发生争议，进前有旅客伫北捷林美路，也有人坐高捷直接爆昏。即摆更加大胆食毒，也引起乘客烦恼，二手毒品危害警方。还是要取决于说，到底你吸了多久，还有那个密闭的空间多密闭，然后空气中依托米酯浓度是多少？对，那如果说量很大的话，当然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。伫密闭空间被动接触毒，就安尼调调的几率低。另外，敢是会影响身心发展，医师分析，爱看空气中的毒品浓度，甲接触的时间长短来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